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，国民党侯友宜宣布幼教政策要求基本票，讲要开1亿1000万改善新北市的托育环境。若根据美丽岛电子报上新的民调，民进党赖清德支持度是3.5%，维持领先。不过郭文哲这阵是吊车尾，去予侯友宜超车0.2%，小看赢过。 又见幸福。新北市教育局17举行公私立幼儿园园长会议，市长侯友宜宣布加投入1.1亿，推动幼儿教育政策，优化托育环境抢公票源。112学年度，我特别要求我们教育局一定要投入1.1亿，增加经费，让特教机会再加码，设备安全再提升。 特色课程再创新。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昨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，在三甲岛的情况下，民进党赖清德保持第一，支持度35.7%；国民党侯友宜加民众党郭文哲分别是21.9%加21.7%。侯友宜以0.2%小可领先郭文哲，后郭进入黄金交车。不过，若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参选，四个人支持度较悬殊是赖清德34.8%，侯友宜加郭文哲拢是18.9%，郭台铭是12.9%，赖清德领先的幅度更扩大。郭董，看到民调有改变你的决定吗？怎么开始看出民调垫底？因为蓝军的回流，蓝军的团结，它的民调往上快速的提升，大概从6月底到7月底，大概增加了接近6个百分点。 选情较热，朱立伦也讲，内部民调显示，那赢回流比例已经到75%，希望继续加油，等来到80%以上。民调上尾的民众党郭文哲表示，选举到啊就开始出后步。针对部分媒体昨日收到录音，讲是郭文哲内部会议伫批评赖副总统访问美国的代志，伊赶紧说明。反正选举到了，奇奇怪怪的事就越来越多，此风不可长了。我们就叫我们中央党部去警察局报案了，就看看到底是谁做的。郭办除了第一时间说明，民众党下晡嘛到调查局，针对假的郭文哲声音批件正式提出检举。目前台北市市调处已经知影相关的情形，并展开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